大乡亲啊，这个疫情指挥中心正式来宣告，台湾这2礼拜将来进入防疫的关键期，所以民众防疫的观念买对咧升级。公卫专家特别来提醒到少年的族群，因为活动力较强，若为着病毒镜头相对较轻，但是有可能会甲病毒早转去厝内，影响到年岁较大的父母也则是长辈。另外，指挥官陈时中讲，清明连假也是会当出去行行咧，但是要尽量避免近距离来接触，下记哩爱较食饱洗手咧。这2个礼拜，是我们在防疫里面的一个最紧张的时候。境外移入增加真侪本土病例嘛出现，台湾的疫情正式宣告进入防疫关键期。对3月19开始，机场入境的民众一律居家检疫14天。但是伫3月7日到15，一共1万多人返来台湾，机场敢会有人染病，又搁接触到偌济人，这是未来2礼拜防疫关键。未来的2周甚至于4周呢，那这些病人的数目呢，可能会增加相当的快速。袂当排除病毒伫身边，咱的防疫观念敢会改变？对，这本是随身携带，平常就放在口袋里面。75% 的酒精消毒液，我随时有一个口罩在。真的。所以里面就放1个这样子。对，一天是放2个，还有1个在这里。一罐酒精2个喙暗是讲话学者周永正业基不配比，不过面对社区传播风险，伊认为少年人是线来防疫的重点。年轻人的活动力特别的高啦，虽然他本身即使是感染了，死亡率不高，可是他要小心一点，是他不要把这个病毒带回家，你可能会影响到家里的老人。防疫关键期间，款来遵照基本的防疫措施，接洗手，保持安全距离，要有医师的建议。如果即将进入社区感染呢，最好多戴口罩。